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8月2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是胡指、胡 A 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这个胡市呈现分化震荡格局，当然了都是涨的上证指数微涨0.37%，跟前几个交易日动不动就涨1.7%，跌1.5%或者跌1.8%相比这都是微幅震荡深成指涨0.99%，创业板指数领涨2.23%，创3年新高。科创50下跌2.5%，两市成交额2.83万亿，较前一日缩量1700亿。总体上看这个量价配合还可以，不过今天对金融消费者来说不太友好3200家下跌，1000家在上涨，也跌多涨少。尤其是昨天这个强势股就是科技板块似乎在回调，大金融股表现活跃，新华保险涨超6%，再创历史新高。银行、保险等大金融股盘中拉升，西安银行涨7%，中国人保、中国太保、华夏银行、无锡银行、光大银行等跟涨今天也是8月的这个收工之战整个8月份创业板指数涨了24%，沪指站上3800点，创10年新高。这个8月份沪指涨了7.8%。科创50涨了28%。8月份市场热点主要集中在算力和芯片方向。A 股三大指数月线四连阳连续4个月都是阳线。今天多家银行发布2025年半年度报告，就我看了一下这个恐怕过2天就有人会统计整个的上市银行上半年利润情况。这个主要的比如说工行工行是上半年规模净利润1681亿元，同比下降1.4%，但是它的营业收入是4090亿，同比增长1.8%，就是营业收入还在涨，但是利润在下降。这个工行上半年每天赚9.3亿，这个中国银行呢上半年净利润1176亿，是同比下降0.9%。这是银行这个5大上市险企日赚10亿。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业绩同日披露 ，A 股5大上市险企2025年中期业绩已出齐。8月28日，记者梳理发现，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上半年合计实现净利润1782亿元，平均日赚9.84亿元，同比实现微增。也就是5大保险公司每天赚的钱跟工行是一样，工行一天10个亿，5大保险公司每天也10个亿。大家想象一下，整个沪市5000多只股票，就靠着这40多家银行加保险，如果再加上券商类金融股这一共是恐怕不到100家。银行、保险、证券还有其他的这个类金融股恐怕利润占整个沪市利润的80%，就这100家。这个数字恐怕过几天就有人统计。剩下的那5000多家就是负责在沪市讲故事、编概念，因为它不赚钱呢，说不定还在赔钱。大家记得那寒武纪吧？那股价都已经炒上天了那市盈率的4000多倍。半年报说赚了10个亿，然后各种中介各种炒股的就开始吹，连寒武纪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昨天出了个公告，说他今年利润只有50个亿，这像一盆凉水浇在这些赌徒的头上。所以今天这个寒武纪就难得的出现回调。但是我告诉你寒武纪的炒作根本就没结束，这么多资金进去扎堆直到把它拉爆为止，对吧？你公司越出这种什么只能一年赚50亿、30亿，它越要涨。简单的说就是情绪到位了，故事已经深入人心英伟达已经不行了，举双手投降经济和股市冰火两重天，无论是看大盘的基本面，还是看企业的基本面，对吧？还是看资本市场的这个治理，都无法得出高股价的理由。也就是这个指数是在沙滩上盖高楼散户现在越来越精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散户排着队去开户，对吧？什么存款搬家直接从银行搬到证券账户，现在还是场内的这些杠杆资金融资账户，场内的这些人加上机构抱团，对吧？这一轮就像前几年机构抱团那个白酒股五粮液、茅台一样，这一轮是机构抱团几个这个科技股。你们老说中国没有美国的那个什么科技七枝花，这回这个机构他抱一个七枝花给你们看看。但是记住了只要韭菜他不进场，散户就是不去接这个盘，他迟早要应声而落他扛不住药效只能管多长时间？自娱自乐击鼓传花。随着这个指数
大涨，网上这股神啊，荐股专家也是雨后春笋一样啊，越来越多，很多股神啊，反诈民警啊，揭露荐股大师的真相。大家看视频。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荐股那么准吗？他们所谓的这种股票大师啊，荐股大师，他每天晚上把就是自己分析出来的，当然他们也是稍微懂一点点啊，自己分析出来的可能哪一只股票要大涨，他会写哪只股票明日大涨，然后呢，大概晚上7、8点钟他就把这个先编辑好，然后仅自己可见。等明天早上9点多开盘的时候，如果大涨了，他就开始把这个变成公开可见。那很多的这些就是咱们这些事主们一看，大师昨天晚上就发朋友圈了，就告诉这只股票大涨，你看今天就是大涨了。我把每一只股票都可以写啊，它明日大涨，然后我都仅自己可见。然后等明天开盘的时候，哪一只股票大涨了，我把哪一个朋友圈设为公开可见。这个很聪明啊，对吧？先把这个要涨的，你可以选个几十个，你总有一个懵，对吧？先发出去，然后设成仅自己可见，等到第二天哪一只涨了，你就把哪一只放出来，设成公开可见，然后再请几个，对吧？敲边鼓的在那鼓吹，哎，老师真准。还是那个道理啊，对吧？如果真有这么准的，他哪有时间去给人荐股啊，对吧？自己加杠杆早就上了，对吧？你见过巴菲特给人推荐股票吗？今天买什么，明天卖什么？但是往往就这个啊管用，对吧？这些赌徒啊就吃这一套。我在很久以前啊讲过一个故事啊，荐股大师啊那全靠蒙，还有一些是有所谓的消息的啊，就是他比较接近一些核心人物，这个经常也会上当。这个我在节目也介绍过很多回，比如胡一进老师啊，他就吃过这种亏。跑去参加饭局，对吧？有一些神人呢，给他一些信息啊，说哪只股票啊，明天就要涨，我有内幕消息。结果给了他3只股票，2只股票，对吧？一只涨了，但是另外一只跌了。这胡一进老师啊，这个偏偏命不好啊，跌了的那只股票他是重仓，涨了那只股票呢，他买了一点点，结果那个股票涨得还挺多。如果这个你认为啊，这是别人给的消息不准，但是我再告诉你啊，就连操盘的都很难把握，对吧？这是绝对的第一手资料，他来操盘。我有个朋友啊，对吧？他认识一个朋友，就是所谓的操盘手，搞私募募集资金，对吧？然后去拉哪只股票，哎，他就听了人家的，结果就投入了100多万，果然啊翻了1倍，也就是他没几天呢，没多长时间，他就说他就赚了100多万，从此信心大增啊，觉得这也太靠谱了。好像他猜出来是把自己的账户，好像是这样子的啊，把账户交给别人操作，那第一次成功了，对吧？这叫路径依赖啊，而且是翻倍啊。然后第二次说又要做哪只股票，那个私募啊，他募集了4个亿还是3个亿啊，具体多少我也不记得了。总之我那哥们儿连本带利，而且还加了钱，第二次继续由他去操作，而且哪只股票我现在还记得，但我不能说，对吧？这回等着再翻倍啊，至少翻1倍。我为什么说人算不如天算呢？这个操盘手操盘的时候，好像正好遇到行情不太好，他的操盘计划就没有这个不像第一次那么顺利，洗盘，对吧？这个震仓反正都是不太顺利啊。但是这不要紧，说再有1、2个月就可以，时间换空间。后来过了1个月啊，那行情更差，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势在往下走，是吧？在这不停的创新低。你说你这只股票，你讲故事，你要创新高非常难，那除非像寒武纪这样的，但是他们的体量也控制不了这种公司，只能控制那些体量不大，也不是特别热门的。总之啊，就是那个大的股市行情不太好，他的操盘计划啊，这个不太顺利，结果啊，那哥们突发疾病死了，在医院里抢救啊，是心梗还是脑梗，不太清楚啊，反正是突发疾病，操盘手死了，这不就荒唐了吗？我那哥们跟家属协商啊，就跟这个操盘手的家属啊协商这个后面的钱怎么解决，对吧？怎么善后？总之啊，他把第一次赚的钱全赔掉了，恐怕还不止，自己还被套在里面。后来啊，到现在是不是解套了，还是割肉出局？我后来就没问了。我讲这故事什么意思？就是人算不如天算，你就是操盘的，你都掌握不了，不要迷信自己，对吧？你看万科管理层集体决议，在2020几年增持，2022年还是2023年增持，对吧？以多少钱的价格？17块一股，那是管理层啊，结果现在是以6块钱一股卖掉，对吧？每股都赔10块钱，就是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管理层，对吧？决定增持，你都控制不了自己的股价。公司的一把手，对吧？管理层炒自己公司的股票都赔成裤衩子都赔掉了，对吧？你还有什么内幕消息啊？我们再看看胡一进老师啊，
最近网上一个热点事件啊，就是有一个中石油的加油站出了点小纰漏啊。为什么说小纰漏呢？就是有一个这个车主啊，他反映他那个车油箱只有50升，结果跑去一加，对吧？加油站呢加满了，结果显示啊，给他加了67.96升汽油。这个车主就觉得奇怪，我这肚子只有这么大，这怎么吃的还比肚子的容量还大呢？吃哪儿去了呢？所以这个事就搞到晚上了啊，对吧？这一下就让网友啊就非常气愤了。那我们天天去加油站加的油，那不是胡加的吗？到底加了多少？所以啊，这个有关部门成立调查组，对这事情进行彻查，然后啊，将这个调查结果通报如下。通报大家自己去看啊。总之呢，意思就是，这个加油站呢，在那个前后啊，一共是加了2863笔油啊，就是加了这么多。从2025年6月5日就到出事这2个月的时间里面，加了2863笔，就是巧了啊，就这一笔出了错。怎么出的错呢？是数据传输异常，原因初步判定为加油机设备软硬件及信息交互故障。这么说大家听不懂啊。简单点说就是它这个任何软件出错它有概率，对吧？那1/1000的概率这就够低的了吧？或者是100万分之一的概率，这够低了吧？对吧？但是你要是有100万次的这个加油，那总会碰上一次啊。你看就这么不巧。然后这个情况通报一公布啊，这个舆论又炸锅了。总是这么巧，对吧？你不能把群众当傻子啊。所以胡一进老师他就写了个评论啊，他说50升油箱加了67.96升汽油。官方的调查结果说，成都涉事加油站那把加油枪自6月5日检定以来，加油记录共2863笔，仅有涉事交易这一笔数据传输出现异常，2863次加油，指出了投诉者指控的这一次有错误，其他的都没问题。胡一进说啊，客观说，普通人看了都会怀疑，怎么这么巧？说老胡第一直觉也是这样的。那胡一进老师好像对吧，对这个情况通报也不相信，但他后面啊，他立马补了一句，他说我当然不想否定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管局调查通报的真实性。那当然了，对吧？胡一进老师是属于雕盘的，对不对？他是八马褂里面那个专门说瞎话的，把它圆回来的。你怎么可能还怀疑他真实性呢？吃了豹子胆，退休金不想要了吗？所以胡一进老师后面又说啊，他说我不认为一个地方的市场监管局有动机为一个加油站编个假报告公关，图什么？这胡一进老师忘了这个南昌哪个大学啊鼠头鸭脖的事了，那可也是市场监管局啊，那个局长站在那说了，那就是鸭脖啊。后来省里来的调查组，他就变成啊老鼠头了。那胡一进老师给解释一下，南昌的那个市场监管局他图啥？凸显啊胡一进老师想和稀泥啊，想洗地，这个难度越来越大，因为他脸被打得啪啪响，对吧？胡一进老师不能老是这样的，老是说我觉得他们不可能这么干，图啥呢？那你把那个南昌那个市场监管局，你把他说说，那个好像那个局长后来被抓了吧？胡一进老师说啊，他说但我想说，你看他一会儿那样啊，所以就凸显胡一进老师现在工作越来越难了，就洗地啊、雕盘了，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但我想说，他的确有违人们的常识经验，该市场监管局应当知道，纵使通报每一个字都是真的，他取信于公众也很难做到。这个争议原本在互联网上传播的范围比较有限，如果查出的结果就是这样，对公众的判断倾向又有基本预测，我认为该市场监管局不妨就不通报了，或者先确认这一次的错误，其他情况继续调查。胡一进老师意思就是这个成立调查组调查完情况不要通报。你这个胡一进老师不就开倒车了吗？说了要公开透明，对吧？胡一进老师动不动还让媒体参与，你这调查结果都不通报了，像捂盖子是吗？那对吧？那叫欲盖弥彰，那只会让公众啊更加怀疑。他说，对于一个与通常经验感觉上比较大的差距的调查结果，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管局有必要保持审慎，对外通报尤其应当审慎，留下加以复核再做进一步通报的余地，因为调查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做到十分准确，受到各种干扰的可能性不应轻易排除。这胡一进老师有点天真啊，人家对吧就是这么任性，对吧？人家告诉你就是这是偶发事件，你不服气是吗？就你不开心是吗？得忍着。这胡一进老师还为什么说幼稚呢？或者是他是明知故犯啊，他是故意的。大家还记得那个拿那个油罐车拉煤油的车拉食用油了吧？还记得吧？新京报的案法
那调查结论不是一模一样吗？对吧？全国就这一例，坏人就这么巧被新京报给看到了。这个成都的加油站也一样啊，就巧了，对吧？就这么一个被那个消费者注意到了，怎么不行啊？这叫示范效应，对吧？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那么别人能这么干，我为什么不能这么通报啊？胡进说啊，现在这个通报即使全是真的，也只会扩大原始争议本身，起不到化解矛盾、安抚消费者的作用。这个胡进老师牢牢记住自己的使命，就是这个时候他不忘记自己是个宣传员，对吧？你看他说的一切都是宣传，就这个通报即使全是真的，也只会极大扩散原始争议本身，也就是说从宣传角度来说它不好，起不到化解矛盾、安抚消费者的作用。也就是他不是从这事情本身来说，这个事情本身是什么真相那都不重要，重要是宣传。这种你这通报真假也不重要，你这要发出去大家都信了，感动，对吧？感谢，那就达到目的了。你看胡进老师他就这种心态啊，他不在乎这个通报真假，他只在乎这通报出来这个结果，就效果，也就是在乎宣传效果。那胡进老师又说了啊，他说其实对于这样特殊的民间争议，媒体如果加进来，针对公众可能的质疑做更详细的报道，比只有官方通报肯定会增加说服力。他这个说的是对的啊，就是媒体去监督。问题是现在媒体都已经像新京报这样的媒体还有几家呢？而且像新京报这样的媒体，那会加头老师会把它打成什么带路党、卖国贼，对吧？蓄意攻击什么抹黑国有企业，对吧？这些媒体已经被胡锡进老师跟加头老师联手搞死了，对吧？稍微有点正义感的，敢提点，对吧？敢坚持真相的，不都被你整死了吗？你现在还要媒体哪个媒体啊？环球时报，对吧？去宣传是吗？在环球时报和这个官方通报这两个里面，大家宁愿相信官方通报，对吧？你那环球时报干了多少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啊？萨达姆为什么不慌？胡锦老师忘了自己写的这样的文章了吧？对吧？你这就在一篇又一篇萨达姆为什么不慌的这个文章之下，那个环球时报的公信力荡然无存。最后萨达姆当然不慌了，因为他死了，死人不会慌，只是胡锡进老师的老朋友又少了一个。那最后胡锡进老师还总结啊，他说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管局这个通报的效果显然不好。你看他总是从宣传角度看，如果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管局他这通报就是真的，就是2800多笔，他就这一笔有问题啊，这就是真相，那也没什么，对吧？你要证明你这就是真相就完了，对吧？所以胡锡进老师他总是从宣传效果，就是萨达姆为什么不慌，实际上萨达姆对吧掉裤子了，但是被胡锡进老师一写，就是萨达姆还不慌。胡锡进老师现在赶紧领衔要连夜加班写一篇，对吧？委内瑞拉的马杜罗为什么不慌？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